我真的是无语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让你拿个快递也不拿，你偏偏跟我作对是吧？哈，这里是家，不是酒吧，给小费啊？哈，是小费的意思吗？做就一个人做，吃就一家人吃，我累死。也不累，做就做呗，家里的活我能干，你睡呗，都怪你了，又开门进来吵我老公睡觉，出去。不让你玩了。嘿，我也不想跟你玩啊，拿你出走啊！等等这，小孩都不懂事，我等一下打。老公，你睡觉。新牌仔新5000蚊一年，我的天哪！冇你賠過㗎，年薪100-200。我的媽！咁如果換轉係你可以點做啦？咁而家你有2個選擇，一個咧就係轉會，第2個咧就係交錢。God please no no！評論區可以講下你而家嘅汽車保險幾多錢一年？真的嗎？歡迎大家嚟諮詢了解新嘅汽車保險模式。